喺2023年，為咗慶祝梵高博物館50週年，喺阿姆斯特丹嘅梵高博物館就聯同咗 Pokemon 搞咗個 crossover 嘅特別展覽，將寵物小精靈融入梵高嘅經典作品入邊。除咗可以買到唔同嘅周邊商品之外，仲可以拎到一張限量版嘅梵高比卡超紀念卡。而呢一張卡一出嘅時候就已經俾人炒到去2500蚊一張。呢張卡一出就俾人炒到咁貴，係因為早喺2018年嘅時候，東京都嘅美術館曾經推出過結合咗挪威藝術家 Edvard Munch 嘅名畫《吶喊》crossover 寵物小精靈嘅紀念卡。呢一套卡一共有5張，而最貴嗰張比卡超已經去到60萬英。亦係呢一個原因吸引咗大批黃牛睇中咗梵高比卡超，一推出嘅時候就喺博物館門外收卡。而館方亦因為擔心搶卡情況混亂，曾經試過暫停派卡。而家呢一張卡已經絕咗版，而張卡曾經試過喺今年嘅高位6200蚊港幣回落到5000蚊港紙。不過啱啱喺3月尾開始，日本嗰邊突然搶購，供不應求，個價錢已經急升到7000蚊加嘅港幣水位。而亦都有好多收藏家睇好咗呢一張卡，所以就不斷吸納。而今日小弟就打算開箱一張送去 PSA， 希望2個月之後可以返嚟見到係10分。個卡包有一張梵高比卡超，同埋仲有一張說明書。好彩張卡開出嚟就幾靚仔，冇傷。而佢個背亦都冇廠傷同埋白點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